法吃饭。怎么了？这能吃吗？这个挺好的吧？怎么吃什么呀？这没法吃。这老干啥去？上哪儿去啊？已经开始上课了，那第一轮就按照昨晚上我给你们安排的组合行动。嗯，你们俩去这个店。好。你们3个去这个店。好。好，行。来，没我什么事儿吗1、2、3，加油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行动！走。哎，走。哎，不是，喂，这事儿真跟我没关系啊！达子哥，你记一下他们穿过的衣服、去过的店，千万别让他们再进同一家店。还有，待会儿他们回来的时候，记得让他们把衣服给换了啊！带换的了吗？哎，不是，那当然了，我的事儿吗？我的手下是谁呀？这种小事儿不用我叮嘱，他们自己就会干了。那成。啊，你们真把我当过路的呀？你好，您吃点什么？先看看，等人来了再点。好嘞。是哪？行，这家是哪？来，老板，来我看看。还爆棚呢，我看是爆冷吧。后厨的，把准备出来的东西都放冰箱里吧，我看今儿是用不上了。哎，还不理那边那个正郁闷呢。不理，现在理他，他又该犯唐僧的劲儿，问东问西的了，没时间让他添乱，冷着他。快！哼，好戏开场了。这儿呢？哟，你怎么定在这儿吃东西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是挺喜欢吃小吃的吗？是喜欢，可以总不能为了吃小吃玩命吧？说人呢，怎么就跟玩命扯上了？那，这是我哥们儿昨特意发给我的，你看这照片里的背景是在哪儿呢？这不就是这家店吗？对呀，可他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呢。怎么着？你想咱俩吃完了也去医院里陪他呀？什么呀？你这说了半天，我怎么不明白呢？你傻啊？你看这筷子，还有这盘子，上面那油星子都没洗干净呢，更别说消毒了。你知道上一个用它的人有什么病没有啊？我那哥们儿前天就是在这吃完东西，回家就拉肚子，最后一直拉到发烧，最后没办法，只能去医院里打吊瓶了。医生正怀疑他是不是被传染上什么甲肝了呢。这张照片啊，就是他知道我也好吃这一口，所以特地在医院赶紧连着短信一块儿给我发过来的，就是让我千万别进错了店，给自己啊找病。啊，有这么严重啊？哎，说什么呢？胡说八道得负责任啊！小心我们老板告你诽谤。靠我诽谤？你仔细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来过你们店？这张照片是不是在你们店里拍的？不是，我们这一天来的人多了，我上哪儿记得去？你放心，你也甭紧张，我今儿啊不是来闹事儿的。要不是这傻哥们儿把我招到这儿来，我是打死都不敢进你们这家店的。走吧，换店儿。那去哪儿啊？街口那家豆汁店啊，有消毒餐具用，去那儿呗。可我喝不惯豆汁儿啊。那儿什么都有，味道也不比这差。不想去医院就赶紧走，走。行啊你，这戏演的是相当够水准的。得了吧，你看我这一手的汗。哎，你说这店里的人能跟咱们一块儿出来吗？这可说不好。咱们啊，就先把该演的戏都演完吧，剩下的就听天由命了。哎，慢点走，咱们还得当坐标功能呢，得让那店里的人知道这豆汁儿店在哪儿呢。对，大家继续吃啊！千万别听那俩人胡说。我们店开这么久了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情况。服务员啊，买单。不是，这应该够了吧？哎，别走啊！你看，不是，哎，来了，成功。
这儿吃饭，怎么了？这能吃吗？这个挺好的吧？想吃什么呀？这没法吃。走去，上哪儿去啊？啊？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，没法吃，走吧。准备准备，估计第一小组很快就会回来了。明白。忽悠吧，你就忽悠吧。来，几位里边请，里边还有座呢啊！服务员，再来盘棒肚。哎，好，等着啊！有。好，您稍等啊。嘿，这姐们儿真是仙儿。走。嗨，来了，怎么样？办事儿，你放心，就是有点紧张。太棒了！快把他们衣服都记下来。啊，待会儿你跟睡熊一组，你跟山下葵一组，你去那个拉面店，你去烧烤店。好，换衣服，走，去，快！加油！记着呢。记好了吗？绿 T、黄 T。上场了，赶紧的呀！记住啊，一定要高调的走进去，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到你，听到了没？去呀！来，往一走。上午能在篮球场看见谁打球，还真是少见呀！哎，你是睡懵了还是走错了，还是压根儿没睡，等着下午上课呢？爷爷今天晨跑，身体倍儿棒，吃慢慢消，起来打球呗。什么？晨跑？没事吧你？怎么听不懂这词儿啊？哎，问你个事儿啊，那张照片在哪拍的？什么照片？楚木炖小鸟那张。记不起来了，刚好碰见的吧？谁还记得在哪儿拍的呀？你不说你要整他吗？怎么整的？哎，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对那穷小子的事这么关心了？你这什么破天荒的晨跑，不会跟他有关系吧？难不成你是跟他一块儿晨跑的？我正好跟你说件事儿。那天我从郊区开车回来的时候，路上给你打电话，我突然间问你，你们家是不是在郊区有什么业务？知道为什么吗？哼，我呀，看见你那后妈了，凑巧还看见她进了一地儿，这地儿吧，跟你们家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郊区研究所。怎么了？那研究所是研究生物科技的。你后妈闲着没事儿跑那儿干嘛去了？你就不好奇？关我什么事儿？嘿，我说你这点警惕性啊，算了，我就给你揭谜底吧。我好奇，我去查了一下那研究所，你这后妈的前夫，也就是说楚木的亲生爸爸就在这研究所工作，有意思了吧？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？你还没听明白啊？
这里面这关系存在的危险，你就一点没感觉到？你这后妈刚进门，没多长时间就跑出去见这前夫了，而且我估计这肯定是瞒着你老爸去的。你说这事儿摊在谁身上，他谁能舒服得了？而且你这后妈跟这前夫中间还加了一楚木，你说人家是对这孩子他爸亲呢，还是对你们薛家亲呢？这事儿还真不好说。你说家里的话，就怕这种乱七八糟、摘不清楚的关系。嘿呦，哎，谁知道他们这私下里头是不是还进行了什么？或者说，他那什么？哎呦，这事儿还真不好往深里说。我说你对我们家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关心过头了？不是，像这事的，哎呦，真是好人难当啊！行吧，我知道你心里头不好受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就当这话我没说，行了吧？哎，行，那玩球呗。哎哎！